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你经常感到疲倦、无力，甚至早上起床就觉得累，那么今天这10分钟可能会改变你对运动的看法。我是王医师，一位在医院服务超过30年的心脏内科医师，专门研究心血管健康和预防医学。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但效果惊人的方法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影片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，原来只要10分钟就能改变身体和心情。我不是在夸大，这是经过科学验证，也是我亲眼见证过无数病人因此受益的方法。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，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这套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用去健身房，你可以站着做，也可以坐着做。无论你是20岁还是70岁，都适合。我有一位65岁的病人，姓陈，来自台中。他每天只做10分钟，3个月后血压稳定了，精神也变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身体长时间不动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就像交通堵塞一样，氧气和养分无法顺利送达各个器官，心脏会更辛苦，大脑会缺氧，情绪也会变差。但是只要开始动，哪怕只是轻微的动作，整个系统就会重新启动。今天我要带你做的不是激烈的运动，而是温和但有效的全身唤醒。每一个动作都经过设计，目的是让你的心脏、肺部、关节、肌肉，甚至是你的情绪都能得到照顾。所以请你现在就站起来，或者坐在椅子上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开始。不要担心做得不够好，重要的是你愿意开始。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移动，都是在帮助你的身体变得更年轻、更有活力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一趟10分钟的能量重启之旅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暖身。暖身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能让你的关节、肌肉和血管准备好接下来的动作，避免受伤，也能让效果更好。首先，我们从原地踏步开始，轻松地抬起你的膝盖，不用抬太高，就像在散步一样，左脚、右脚慢慢地交替，感觉一下你的关节在活动，膝盖在弯曲，脚踝在用力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正在唤醒你全身的血液循环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液就像一辆辆小车，它们现在开始从心脏出发，沿着血管这条道路送氧气和营养到每一个细胞。这些小车刚刚还在停车场休息，现在它们开始启动引擎，准备上路了。接下来我们做脚尖点地，把一只脚往前伸，用脚尖轻轻点地面，然后换另一只脚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你的脚踝和小腿肌肉，这些地方常常被我们忽略，但它们对平衡和行走非常重要。现在让我们把手臂加进来，双手往上伸，尽量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再来一次，往上伸展，感觉你的肩膀、背部都在拉长。这个动作可以打开你的胸腔，让肺部有更多空间呼吸。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请注意你的呼吸，用鼻子慢慢吸气，数到4，然后用嘴巴慢慢吐气，也数到4。吸气的时候，想象新鲜的空气充满你的肺部；吐气的时候，想象你把所有的疲倦和紧张都吐出来。这个阶段不用急，慢慢来，让你的身体适应这种感觉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专注在呼吸和动作上，心情也会变得平静。这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释放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，
它能让你感到放松和满足。好，我们继续原地踏步几次，保持呼吸平稳，很好，你做得很棒。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吗？现在我们要开始提升一点强度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会一步一步带住你。这一组动作叫做岛屿节奏，因为它就像海浪一样，有节奏，有韵律，能让你的心跳加快，燃烧更多热量。第一个动作是侧边伸展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把右手往右边伸出去，身体也跟着侧弯，左手顺势往上举，感觉你的侧腰在拉伸，然后回到中间，换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保持节奏。每一次伸展都是在为你的心脏加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的手臂往上举，心脏需要更用力地把血液送到手指，这样可以训练心脏的力量。同时，你的肺部也会扩张，吸进更多氧气，让大脑变得更清醒。接下来我们做后退步，右脚往后退一步，然后回来换左脚，后退回来，后退回来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你的大腿和臀部肌肉，也能改善你的平衡感。现在我们加上扭转出拳，当你后退的时候，身体稍微转向侧边，然后用对侧的手往前打一拳，不用真的很用力，重点是感觉身体在扭转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你的脊椎，减少腰痛的问题。我们把这3个动作连起来，侧边伸展，后退步，扭转出拳，1、2、3，呼吸，1、2、3，呼吸，很好。你的心跳现在应该有加快一点，这是正常的，这表示你的身体正在工作。记住，你的身体不需要完美，只要你正在动，就是在进步。我有一位病人，50岁，刚开始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他连手都举不高，但他每天坚持做3个星期后，他说他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。继续做几次，保持呼吸稳定。如果觉得累，可以放慢速度，但不要停下来。好，最后我们做一个肩膀转圈来放松一下，双肩往后转圈，慢慢的感觉肩膀的紧绷在消失。很棒，你已经完成第1组燃脂动作了，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我们要让身体找到平衡。现在我们要稍微放慢节奏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休息。这个阶段是要让你的身体找到平衡，也让你的心跳慢慢降下来一点。这就像是在海边，刚刚是大浪，现在是温柔的涟漪。第一个动作是呼啦圈摆臀，双脚打开，比肩膀稍宽，双手放在腰上，然后让你的臀部像画圆圈一样转动，顺时针转几次，然后逆时针转几次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对你的下背部和骨盆非常好。感觉你的髋关节在移动，就像海浪一样流畅。不要用力，让动作自然发生。这个动作可以减少久坐造成的腰痛，也能改善你的姿势。接下来我们做手臂开合，双手往两侧打开，像要拥抱天空一样，然后慢慢合起来，交叉在胸前，打开合起，打开合起。这个动作可以伸展你的胸肌和背肌，让你的呼吸更顺畅。当你打开手臂的时候，吸一口气，合起来的时候吐一口气，配合呼吸，让动作更有效果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专注在呼吸上，心情会变得更平静，压力也会慢慢消失。现在让我们做肩膀转圈，双肩慢慢往前转圈，然后往后转圈，感觉肩膀的肌肉在放松，颈部的紧绷在减少。很多人因为长时间使用电脑或手机，肩颈都很僵硬，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。当你放慢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它正在
放松，这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释放血清素，这种物质能让你感到平和和满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激烈和缓和之间找到平衡。继续做几次，保持动作流畅，不要着急，享受这个过程。好，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高峰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要再次提升强度，但这一次我们要做得更完整，让全身都动起来。这一组动作叫做能量流，因为它能让能量在你的身体里自由流动。第一个动作是前后走步，右脚往前踏一步，然后往后踏一步，换左脚前后前后，保持节奏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，也能增强你的腿部力量。接下来我们加上开合跳手臂，双脚跳开的同时，双手往上举，跳回来的时候，双手放下。如果跳跃对你来说太激烈，你可以改成侧踏步，效果是一样的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它能让你的心跳快速提升，燃烧更多卡路里，而且它对改善你的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帮助。我有很多病人，他们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喘，但坚持几个星期后，他们发现自己的体力变好了，爬楼梯也不会那么累了。现在我们做脚跟点地，一只脚往前伸，用脚跟点地，然后换另一只脚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你的小腿和腹部肌肉，也能改善你的协调性。最后，我们做手臂绕圈，双手往两侧伸直，然后像风车一样往前绕圈，再往后绕圈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你的肩关节，增加上半身的灵活度。让我们把这些动作连起来：前后走步、开合跳、手臂、脚跟点地、手臂绕圈。1、2、3，深呼吸。1、2、3，保持节奏。这不是比赛，而是你和身体之间的对话。你不需要跟别人比，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。记住，每一次的努力，你的身体都会记得，都会回报给你。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运动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降低血糖，特别是在饭后，它也能改善你的血压，让你的心脏更健康。这些都是经过科学研究证实的。太好了，你已经做得非常棒了。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点汗水，那是生命的证明，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它正在工作，继续保持，我们快要完成了。现在，让我们用原地踏步，慢慢降低强度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你做到了。现在，我们进入最后的缓和阶段。这个阶段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能让你的心跳和呼吸慢慢恢复正常，也能帮助你的肌肉放松，避免第二天感到酸痛。首先，我们做左右侧步，轻松地往右边踏一步，然后往左边踏一步，右左右左，慢慢的，不用急，感觉你的脚踏在地面上很稳定、很安全。接下来，我们做大腿后侧伸展。右脚往前伸，脚尖朝上，身体稍微往前倾，感觉大腿后侧在拉伸，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，然后换左脚。这个伸展可以减少腿部的紧绷，也能改善你的柔软度。现在让我们做肩膀转圈，双肩慢慢往前转，然后往后转，感觉肩膀的压力在消失，颈部的紧绷在释放。很多人一整天都在工作，肩颈都很僵硬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放松。现在，让我们专注在呼吸上，闭上眼睛。如果你觉得舒服的话，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感觉空气充满你的肺部，然后慢慢地从嘴巴吐出来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，让你的心跳慢慢降下来。听听你自己的呼吸声，就像海边的浪潮。刚刚是汹涌的大浪，现在是平静的涟漪。每一次呼吸都在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平衡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。刚刚我们给它浇了水，施了肥，现在我们让它在阳光下休息。你的肌肉正在修复，
你的细胞正在更新，你的心脏正在感谢你给它这么好的锻炼。继续做几次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，想象你在吸收所有的正能量；吐气的时候，想象你在释放所有的负面情绪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。好，慢慢的睁开眼睛，给自己一个微笑，因为你做到了。你刚才完成了一个完整的10分钟运动，你的身体正在为你感到骄傲。如果你撑到现在，我要恭喜你，你的身体正在向你微笑。你刚才做的这10分钟，不只是运动，更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。让我总结一下，你今天得到了什么？你改善了血液循环，让氧气和营养能更顺利地送到全身。你提升了心肺功能，让心脏变得更强壮。你锻炼了肌肉和关节，让身体更灵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改善了心情，释放了压力。这些改变不是立刻就能看见的，但如果你每天坚持做10分钟，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变好了，体力变强了，睡眠也变得更好了。我见过太多病人，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简单的运动，改变了自己的健康。记得每天10分钟，让自己变得更年轻。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只需要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一点点努力。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让他们也一起动起来。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。当你帮助别人变健康，你也在帮助自己。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动，明天我们再见。记得，你的身体值得被好好对待，而你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加油！